27岁上午，台南市立工局甲观光局伫咧永华市政中心的2楼广场，邀请到17个饭店、旅社业者来设单位联合征才，应用着最近的疫情控制相对稳定，搭配着台南伫咧每一个礼拜放假拢有活动吸引着人潮来到府城观光，互饭店、旅社业者经济所需要的人工增加。大家知道，台南市是一个观光城市，也是一个旅游非常畅旺的城市。在这波的疫情中间，复苏的算是最快，复苏的力道也最猛。我们现在的旅馆业以及民宿业，这个住宿率平均都有已经6-7成了那假日更高达8-9成以上。这样的荣景有赖于大家共同来维系。当然，城市的防疫安全很重要，但是旅馆业他们自己本身的自律以及提供高品质的服务，再加上台南市可以吃吃喝喝、逛逛买买的许多这个景点非常多，所以呢，造就了大家喜欢来台南。但喜欢来台南，有时候要住宿，那所以说我们发展旅馆业，许多从业人员的职缺就这样应运而生。我们欢迎更多有志于这个参旅以及旅馆的这个有志青年也好，或者是好朋友，都可以来投入。现场市长会天嘛亲身来向找工课的民众，佮有每一个单位的业者表达关心。并表示未来市府团队会甲业者共同来努力推动台南的观光，提供经济就业机会。伫现场甚至有一位顶个月拄退休的做胖的师傅，嘛来到现场继续找工课，希望会当透过做工课来保持身体勇健。图也是过一天过一天啦，是讲要找清理员看有。安尼加减做少较运动安尼。这摆联合征才所开出的一课非常的多元，拢总有329个，希望民众会当加利用机会踊跃来参加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